皇上，恕臣多嘴。您在皇后娘娘身边守了这么些天，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，不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皇后娘娘为什么还不醒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因为旅途劳顿，多日未眠，再加上她从未受过这般劳苦，所以需要睡上几日才可清醒。都先下去吧。是。你醒了。我的。睡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才刚醒来，就不要浪费力气说话了。齐生，这一次你玩的有点过了。我没有玩弄你的感情，我是在和自己打赌。你能赌什么？我赌你会来，我赌你不会舍下我。凡是赌局，都只是一场游戏，胜负输赢早就是安排好的。越是没有自控能力的人，越会在游戏中无法自拔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吗？对你，我的确是失控了，所以我才不得不赌。我屡次散发给你选择的机会，其实都是在和我自己赌。我庆幸，这最后一次，我终究没有失去你。你认为你一直在让我选择，在我看来，你不过是一次次的在玩弄别人的命。你误解我了。我之所以大费周章的给你选择的机会，那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你。我永远无法做出伤害你的事，更希望你能被我感化。你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我接受不了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能来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今后，我不会再骗你了。九哥，你怎么？我是偷了我三哥的令牌和钥匙来的。虽说我比他帅了点儿，但还是没被认出来。杨言，不想连累你们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九哥，我办事儿你放心，是不会露出马脚来的。哎呀，九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思前想后了，快跟他换了衣服。九王殿下，您之前对卑职的大恩，卑职今日就是来报恩了。九哥，他知道怎么脱身，难道您就不想见到皇后娘娘了吗？九哥，时间紧迫，抓紧时间。娘娘，你怎么还不醒呀？娘娘，您看您都瘦了。娘娘，您赶快起来吧，起来咱们就回宫，奴婢给您做好吃的，好好给您补补。娘娘，您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丽丽，哭什么呀？我还没死呢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可算醒了。奴婢就在您身边坐着，看着您，您这都瘦了一圈了，奴婢心疼。您说，你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苦啊？这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，本来看不到你我还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奴婢和那2个侍卫早就到了，您被皇上带回军营后，就一直昏迷着，直到大军搬进了平宁城，奴婢就一直在您身边候着。咱们现在在平宁城？对啊，娘娘。昨天
你醒来之后跟皇上说完话又睡着了，奴婢看您实在太累了，就没忍心叫您。一提到齐胜，我就一脑门子官司。看皇上昨天的脸色，像是您和他聊得不投机。皇上不会是真的要对您动手了吧？现在看来，他应该不会对我做什么了。他向我表了钟情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情感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什么喜事儿啊？皇上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啊？他曾经对我好过，也曾经想要过我的命，我的喜怒哀乐，甚至我的生死都被他掌控着。我不敢接受一个这样的人。娘娘，皇上现在忙着战事，您又不辞劳苦的来了，就别再跟他置气了。我也没什么可置气的，只是我明白了他对我的心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杨将军，今晨杨素去牢中巡查，发现九王的牢房中空无一人。经臣调查，疑似是臣的逆子杨延和他的狐朋狗友帮九王逃的狱。不过，臣已经派人速速抓捕九王和他的同伙。人要是倒起霉来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上鹏鹏一面，也不知道他那里情况到底如何了。他如果知道我失败了，一定很失望吧。刺杀一事败露，齐胜是否也要对他动手呢？九哥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应该先担心你自己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我们出来之后就可以赶回圣都去见他了吗？我要在牢里不那么说，你能跟我出来吗？那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皇后娘娘，您恐怕是见不到了，因为她也来了北漠。他来北漠了？他来北漠干什么？是不是齐胜命人把他捉来的？走，我们现在去救他。哎呀，九哥，你别再傻了。九哥，齐胜谎称自己中毒，张鹏鹏不顾艰辛来到北漠，就是为了给他送解药。他现在没准儿正在将军府里吃燕窝呢。他像是爱上齐胜了。不行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见上一面。九哥，你冷静一下，你现在回去就等于是送死，不如让我回到平宁城，打探一下消息，再做打算。恭喜赵王啊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几座重镇，彰了我南下大军的士气。之前臣没有识得赵王的将才，是臣眼拙了。嗨，倒不是杨将军眼拙，怪只怪我平时太低调了，聪明才智太难被大家发现了，这还得感谢皇上对我的重用啊。二哥从小就偏爱习武，在兄弟几个人当中，又是最通兵法的，只是一直被误解成一个有勇无谋的人罢了。那倒也是，你瞧我这肱二头肌，这多么的健壮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。我还有8块腹肌、人鱼线，我要不是今天穿的太厚了。赵王如此之骁勇，朕接下来的部署也会对你委以重任。朕打算下一步命杨将军暗中带领大军攻破北漠都城上京，同时由赵王伏击各地救援上京的兵马，为杨将军扫除外围障碍。皇上，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兵马派到外边去，平宁城无人驻守，要是万一……我们不了解鞑子的军力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不能莽撞迎战。朕是想智取。哦，皇上，您用的是空城计呀！皇上英明，臣等一定不辱使命。